高雄即马民众骑这电动奥多派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各地头的电池交换站也对咧增加。高雄调机关指出，国防部正伫高雄地区计共有800个电池交换站，不过有登记干那350个尔。政府所掌握到的甲实际数据是差真大，而且有电池站根本就无被火起，也无人伫咧管理。高雄市政府已经要求经发局着爱全面清查。今年5月，高雄前镇即搭电池交换站，唔知影是虾米原因，全熊熊烧起来，嘛烧出电池交换站的安全问题。即马唔管是大卖场或者是店仔卡，拢会当看到电池交换站，方便民众随时来遮换电池。不过高雄市议员张博洋指出，业者伫咧高雄设置换电站，唔免向市政府登记，或者是提出审查，地区有超过一半的换电站拢无相关的记录。APP 算出来加起来是800座，也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充换电站，它在官方是没有记录的。OK，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安全的破口？一定是啦。大部分都在户外了，所以依照目前的状况，它确实是不属于消防法规的一个范畴了。个人觉得现在的法规还是有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基于安全，都希望能够把它纳管。列入正式的一个法规，我们也好要求这样。那高雄市到达无电池交换站的相关法规，议员指出，有一寡换电站的灭火器嘛过期啊，建议高雄市会当像台北甲桃园修改相关的电源法规，强制管理投保，佮会当定期检测换电站的设备。在设置的当下时候，不能只是说由台电来核准就可以了。那事实上，在整对周遭的相关配套措施，我会请经发局再做一个盘点，然后朝这方面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。这样。议员也提醒，虽然目前电池交换站伫咧户挂较济，不过嘛有小型的换电站开始设伫咧主体区，建议确定主管机关了后，要要求业者做安全检查。市府也答应会请经发局全面来盘点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